部門開展特定業務規管諮詢，業界普遍支持修法方向。特區政府正喺特定業務及活動嘅規管制度進行公開諮詢，諮詢期喺8月19日截止。跨部門工作小組至今已經舉辦7場界別專場同埋2場公眾諮詢會。日前完成嘅3場業務專場諮詢會入邊，共吸引咗60幾名來自美容、桌球、修車同埋旅拍等等行業代表出席。會上共有20幾名代表發言，普遍對修法方向表示認同，認為新制度有助推動行業創新發展，進一步增強本澳嘅經濟耐性與整體競爭力。針對各界關注嘅焦點議題，業界同埋政府代表提出咗以下重點回應，包括旅拍活動規管、未成年人權益保障、修車業界過渡同埋影視創作與公眾秩序。特區政府仲呼籲市民及業界積極表達意見。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將喺本週5 24號晚上7點喺下環活動中心舉辦，歡迎公眾踴躍參與。